今次講下呢個楊振寧之死嘅問題。其實呢個楊振寧其實喺前幾日都已經死咗噶啦，即係已經香咗嘅。但係咧就搞出咁嘅出嗬，即係前幾日就大家都傳啊嘛，喺網上沸沸揚揚咁傳啊，楊振寧死咗啦，103歲。但係咧，我哋睇到官網嗬就派出啲人喺嗰度辟謠，即係闢謠，話佢仲未死咧，即係佢仲生勾勾，仲未死，即係仲未瓜。然後冇2日時間，就話佢楊振寧瓜咗啦。然後官方咧就一直咁陸續啲通告咧就出咗嚟。其實通過呢件事，我哋都覺得好有趣嘅。楊振寧佢作為一個科學家，我哋睇到佢嘅死亡，就享受過國家啲咁嘅領導人嘅待遇。大家都知嗬，國家領導人死咗之後咧，即係香咗之後咧，係唔能夠即刻發公告嘅，要等個時間啊，要等下大家係咪準備，要俾佢個咩級別係嘛，比如評級啦，咩到詞啦，係嘛，大家要準備噶嘛。所以咧喺中國國家領導人咧香咗之後咧係唔能夠即刻公布，即係或者講佢香嗰個時間係話唔能夠佢從佢真正死亡時間開始記起，係從國家發出一個公告先開始記起。即係所以呢個楊振寧咧佢本身係嗰幾日死嘅，然後咧佢推遲咗2日，可以講佢死嗰時都能夠享受下一個國家領導人嘅待遇，佢呢生都係值咗啦。所以楊振寧咧佢個晚年咧佢係自己係好滿足嘅。即係按照體制內人係話，佢呢個晚年咧屬於安享晚年。對體制內體制外嘅咧，即係大家唔中意人咧，就係話晚年不保。功成名就之後喺01年係話就返國，返咗國之後過幾年就攞到一個中國國籍，然後咧就享受一個高級幹部嘅一個待遇，喺中國咧享受呢個醫療。大家亦知係話中國高幹嘅醫療係咩水平，所以點解楊振寧係可以到103歲？可能個人身體健康有關係嘛，但係咧你真係唔能夠否認呢個中國嘅保健制度，就好似舊年死嗰個正貴，即係個部級幹部施平咁，從1911年出世，一直到2024年先瓜。你諗下前後跨越幾個時候，即係企喺112歲先死啊！再過幾月就可以講達到113歲，比楊振寧仲要大10歲。仲有另一個好長壽嘅叫宋平啊嘛，宋平你依家仲生勾勾。1917年出世嘅人到依家係幾多啊？2025年108歲，即係人哋已經過咗第9個本命年啦。即係呢個真係把炮啊！普通人能夠過到第7、第8都 OK 咧，係嘛？第8都算好唔錯啦。人哋可以過到第5、第9個本命年，即係可以講係話點解講習近平係話我要生到150歲，即係我要活到150歲係嘛？150歲就可以幾個本命年咧？12個本命年。所以楊振寧咧，佢返國個時間咧，佢嘅掌握都好好，係嘛？佢早返國可能冇咁長命，係嘛？好似李政道啲咁嘅太早返嚟啦，8幾年就死咗，比佢真係少咗成30-40歲。所以佢掌握個度係好重要，係嘛？如果佢太早返嚟，佢就冇呢個成就，好多成就就冇。當然楊振寧嘅成就我哋係有眼可見嘅，係嘛？但係佢嘅成就唔係我哋要講嘅主題。我哋講嘅主題係咩咧？點解啲咁嘅人係嘛功成名就之後會返到中國，甚至有啲係以前國民黨嘅人都會返到中國嚟。呢個咧就一定要講下中國嘅保健制度同呢個對呢個老同志嘅關懷。即係佢可以安排你妥妥係嘛？你嘅婚姻大事、你個健康大事係嘛？同你嘅財產、你個住宿，即係咩嘢都同你安排好。尤其係女人問題，即係我哋唔去傾啲咁嘅下三路嘅問題，比如楊振寧同佢老婆有冇係嘛？仲有冇能力去做呢啲嘢？因為呢啲唔係我哋重點嚟傾嘅，係嘛？但係我哋知佢呢個老婆翁帆女士係嘛？呢個就係黨安排俾楊振寧嘅。喺1995年嗰時翁帆女士先幾歲啊？即係20歲都唔出頭嘅時候，都已經識咗楊振寧噶啦。當然佢嘅相識咧，有冇中國啲咁嘅？有冇中國刻意安排咧？我覺得係有嘅。因為呢招之前都玩過，比如講下李宗仁大家都知佢係國民黨嘅，甚至可以講係話佢做過國民黨嘅總統啊嘛，喺49年做過一段時間國民黨嘅總統。你諗下李宗仁到70幾歲嘅時候，73年嘅時候佢返咗中國，唔好意思講錯，李宗仁1966年就返咗中國，1969年就死，但係佢返咗中國嗰時佢已經幾歲啦？佢喺1891年出世嘅，到咗1966年嘅時候已經70幾歲。嗰時已經75歲，但係咧周恩來係點安排咧？對呢個75歲嘅老頭子係話呢個老坑安排一個胡有松俾佢做佢妻子。呢個胡有松當時先幾歲咧？呢個胡有松當時先26歲啊，27都唔到。
27歲同75歲相差幾多？相差48歲。當然咧就比楊振寧同翁帆會稍微少啲啲啦，但係已經冇咩區別啦，都係半個世紀，差半個世紀嘅人，完全就阿爺爺同阿孫女嗰種關係，同楊振寧係一樣嘅。而呢個胡有松女士係咩人呢？佢媽就係蝴蝶，喺江門人應該都知，喺個江門嗰個名人廣場啊，大家都可以睇到蝴蝶嗰個畫像。蝴蝶當時喺民國嘅時候都可以講係風雲人物啦，係嘛，同戴笠咧亦有個戀情。但係後面咧係話佢個女，比如呢個胡有松都俾周恩來發展到佢話黨內人士。咁呢個胡有松女士咧同李宗仁咧雖然講係婚姻，但係除咗照顧佢嘅生活當中咧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監視李宗仁。除咗監視咧，仲要影響。即係呢個胡有松女士咧同李宗仁咧雖然係夫妻關係，但係咧佢除咗照顧呢個李宗仁嘅生活當中咧，佢仲要監視佢嘅一舉一動。佢就係一個犧牲品嚟嘅，佢就係周恩來一個犧牲品，係咪用嚟討好呢啲咁嘅翻嚟嘅人士？因為大家都知中國嘅高官比如死咗老婆之後咧，中央都會安排啲女性啊，係咪係照顧佢嘅生活起居？如果佢想結婚咧，係咪中央都會好樂意安排嘅。即係哪怕李銳同費元真係離咗婚啊嘛，係嘛？到79年嗰時咧，中央都安排一個張玉珍做佢老婆，因為呢招咧係一箭雙雕一種政策，除咗可以照顧下啲老同志嘅生活問題啦，係嘛，穩定下佢情緒啦，另外一方面咧又可以監督呢啲老同志做緊咩嘢，所以中央好中意咁做，尤其係周恩來。即係如果你兩夫妻年紀相近咧，仲好啲，係咪？比如張玉珍係咪？依家咧同李銳，雖然李銳已經前幾年就走咗啦嘛，係嘛？起碼佢哋年紀差唔會幾遠，唔會守寡咁耐。但係好似個胡有松同李宗仁就係差48歲，結婚3年之後，呢個李宗仁就瓜老襯啦，足足守寡39年啦。其實佢結婚嗰時佢都知佢一世幾乎都要守咁耐嘅寡噶啦，但係冇辦法，係嘛？組織安排你可以拒絕咩？唔可以拒絕。就好似呢個翁帆女士同楊振寧咁，都係組織安排一樁婚姻，甚至可以講楊振寧嘅閨閣可能都同呢個翁帆女士有好大關係。佢哋95年就相識，喺汕頭大學嗰時相識，即係好多人講係嘛？呢個翁帆女士同楊振寧嘅前戀人好似噶嘛？大家知楊振寧嘅前妻子同呢個翁帆係好似噶嘛？係嘛？好多人都話可能佢中意呢個翁帆係因為係嘛佢似佢嘅前妻嘅原因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咧？呢個係唔係刻意安排咧？係嘛？中央要揾一個比較相似嘅人，其實係好簡單嘅，係嘛？通過一段時間嘅培訓，可以接近佢，然後再一齊生活，有冇可能咧？本身呢種美人計喺中國嚟講用咗就係唔少，所以講呢啲都好可能係一個刻意安排，係嘛？有人講，即係翁帆女士係咪因為崇拜呢個楊振寧教授啊嘛？因為崇拜佢先同佢一齊同佢結婚。我覺得啲人諗係唔係幾合理。你諗下，28歲同82歲，一個正值青春係嘛？一個咧係咩年紀咧？一個已經一隻腳入咗肚噶啦。如果假如唔係一個中國嘅保健制度，楊振寧可唔可以到103歲先瓜？即係我有好大嘅懷疑咯，係嘛？稍為一個正常啲嘅女性，哪怕睇中對方嘅錢，即係除非佢好睇中錢啊，係嘛？睇中對方嘅錢，然後咧希望佢早啲瓜，然後攞遺產呢啲咧，係嘛？除非呢種咁嘅女性，一般正常啲嘅女性都唔會咁嚟嫁俾一個同佢相差咁大嘅老公，係嘛？除咗有人逼佢啦，或者就係話要佢咁做啦。所以翁帆女士咧就屬於犧牲自己，係嘛？犧牲自己一生嘅幸福，然後完成組織對佢嘅任務。當然咧，楊振寧咧，佢亦中意呢種咁嘅。當然咧，楊振寧教授咧，佢亦中意呢啲咁嘅生活，係嘛？你諗下80幾歲，你中國咁重視佢，係嘛？喺呢個時候咧，佢係冇咩去能力精力去做科研啊，不如就好好啲返中國養老，係嘛？你諗下中國對佢呢個待遇，係嘛？老婆啦，係嘛？生活啦，同呢個級別啦，都係咁高，可以講想要咩就要咩，係嘛？領導人對佢哋又好尊敬，連死咗呢次都可以享受一個領導人嘅待遇，所以佢覺得呢個係好大誘惑嘅，就好似李宗仁咁，係嘛？佢去到台灣，反正政治不順，係嘛？到時不如老咗，係嘛？仲有幾年命，係嘛？走返中國嚟發揮餘熱咯，唔單單撈個好名聲，仲可以同自己嘅仔女撈啲政治資本，就好似濟公咁。點解90幾歲入黨啊？早唔入，遲唔入，90幾歲入啊？因為呢個時候可以撈個政治資本啊，咁值錢，係嘛？一世演咗咁多年嘅濟公，係嘛？創造一個咁好嘅形象，呢個時候唔賣身俾黨，
咁佢到時係咪入咗土之後，佢仲可以有咩留俾自己嘅仔女咧？即好似李宗仁係咪都差唔多死啦，我不如返中國咧撈把政治聲望。所以後尾我哋睇好八九十年代仲演咗一部戲叫《台兒莊大戰》係嘛，就係講李宗仁喺台點指揮呢個台兒莊嘅，可以講同把佢塑造一個形象係好高大威猛嘅，好正面嘅形象嘅。其他國民黨嘅將軍有冇呢個待遇啊？比如薛岳、薛仁貴、薛伯齡，佢有冇呢個待遇啊？佢打嘅呢啲長沙會戰同呢個武漢會戰打得仲響啦，係嘛？打死日本人仲多啦。點解唔拍呢個薛伯齡啊？要拍呢個李宗仁啊？因為李宗仁哋識做人，係嘛？晚年走過嚟，再撈下頭啊，發揮下餘熱，所以人哋值得攞到呢個嘢。